大家好，我係潘主任。好多新老師同我訴苦，潘主任，點解學生好似當我透明？完全無尊重。我通常會問返佢：你每日入班房第一件事係做咩？係咪開 PPT？ 如果你無先建立人 people 嘅連結，你嘅教學內容就只會係噪音。喺 BBL 概念入面，當學生感到被老師重視，大腦會分泌催產素，產生安全感，佢哋先會願意聽你講嘢。今日同大家分享點樣建立呢份連結。第一，1分鐘門口外交，唔好等鐘響先入班房，提前1分鐘企喺門口，叫出每一個學生嘅名，一個微笑，一個點頭，就係IAI入面最強力嘅刻意邀請。第二，建立情感銀行，平時多啲觀察學生嘅閃光點。當你同學生有咗信任 trust， 你日後要糾正佢行為嗰陣，你先有足夠嘅存款去扣數，而唔係破產收場。你先有足夠嘅存款去扣數，而唔係破產收場。第三，主動進入佢哋嘅世界，留意下佢哋玩緊咩，聽緊咩歌。當你表現出樂觀 optimism 同好奇，學生先至會容許你引導佢哋嘅成長。當你表現出樂觀同好奇，學生先至會容許你引導佢哋嘅成長。記住，教育係生命影響生命。我係潘主任，我哋一齊用愛開啟潛能。我哋下次見。